我叫李兆銘，今年15歲，來自 Mad Boxing 嘅。我叫何伯英，嚟自 Mad Boxing。打拳大概打咗4年左右，自細都比較好動活潑。中學嗰陣有同學同我講，不如一齊上去學拳，跟住就學㗎。見到 Mike Tyson 打拳覺得好型，就想試下。有時打比賽嗰陣都可能會有驚啊或者緊張嘅感覺，咁你要同自己講你係最強。堅毅啊，遇到挫折都唔會放棄咯。千祈唔好怕辛苦，冇就係想繼續打，持之以恆，努力咬實牙關撐落去，就一定會有呢個成果出現㗎啦。都係唔好放棄呢啲嘢咯。係啊，想做職業拳擊手，打到世界冠軍。我希望自己可以喺國際上都攞翻啲成績，即係可以 keep 住打落去之餘，都有一份穩定嘅工作可以出去比賽，跟住又可以繼續可以訓練打比賽，同埋嗰個正職嘅工作。